兄弟姊妹平安，今日是2021年6月26号。今日这个经文是诗篇130篇，撒母耳上卷20章27节到42节，路加福音第4章31到3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参加分享的主题是权柄。历历代代真侪人拢咧追求权柄。甚至咱时常咧讲换一个位置，就换一个头壳。迄意思就是讲，一个人追求甲一个权柄的位置的时阵，伊的思想、伊的价值观、伊的作为拢改变，变甲好若亲像变一个人，甲原来拢无共款。伫民主体制的角度来看，权柄也是咱咧讲的公权力，迄个目的是要成做公仆。就基督徒的信仰角度来看，权柄的目的到底是啥物呢？是要来命令人、控制人，还是应该是爱成做一个服务的功能呢？耶稣基督的教导，敢是咱来服侍人、来洗脚。耶稣基督伊安尼甲咱讲，凡若家己自个的爱降做卑微，自卑的要升做悬。耶稣伫洗脚的教导内底，伊也讲，耶稣伫洗脚了后，就穿衫，佮坐落来对因讲：我按恁所做的，恁明白吗？恁称我做老师、先生，称我做主，我有缘为着恁洗脚，我是恁的主，是恁的老师，我上请为着恁来洗脚，所以恁也着彼此来洗脚。我用安尼来做恁的模样，叫恁着来照我按恁所做去做。我实实在在来跟讲，路途袂当大过主人，找用的也袂当大过找伊的人。恁竟然知影这个事，就爱去行，安尼就有福气啊！但是咱看见今日的旧约的经文，扫罗王，伊伫这个得到王位、这个权柄了后，伊并无思考上帝予伊的呼召是啥物货。伊不但超越了迄个上帝予伊的界线，佮甲男士来用伊的权来追杀上帝的奴仆大卫。其实毋是干那伊尔，现代嘛真侪人拢会安尼做啦吼。基督徒嘛真容易安尼吼。伫服侍天权有侪无共款的职务权柄。基督徒佫较爱细致，是毋是真容易来超越过咱的限制？咱过头来扩张咱的权利，咱过头滥使用咱的权利，违抗上帝的旨意。时常听人讲有特别的属灵的恩赐啦，得到圣神的启示啦，伊就真容易有这个圣神的感动啊，启示来为着人祈祷啊，但是结论呢？结论毋是伫迄个所在咧传上帝的旨意，是正着咧讲传上帝的旨意，却成做迄个地钱的工具。这是上帝赏赐权柄目的吗？当然毋是当然毋是。上帝设立爱甸园，佮将亚当放伫这园的中间，伊赏赐予亚当某一个程度的权柄，应该是讲真大的权柄。伊讲这园中一切你拢会当食，但是上帝有缘有予伊限制啊。伊讲迄个分别善恶的果子，你食日子啊，你一定会死。咱看见伫经文的记载，大卫因为这个约拿单的帮衬，
伊来对色勒王的杀害计谋中间来逃脱。咱会看见色勒王甚至真受气来责骂家己的囝约拿单，讲伊是精神。可见色勒王真正乱使用上帝赏赐予伊的权柄。但是伫这个代志了后，大卫甲约拿单彼此中间有一个约定。约拿单伫今仔日的经文后壁甲这个大卫讲：平安的去，上帝一定互你我后代永远来信这个接受咱所下的这个誓约。这个誓约是记载伫昨的经文，就是撒母耳上卷20章13到16节。伫迄个所在，约拿单安尼甲大卫讲：愿上帝甲你伫地，亲像伊进前甲我的老爸伫地共款。若是我还佫活地，你一定爱忠心来对我；若是我死，你就爱真忠心用共款的态度来对我处理的人。上帝彻底消灭你的对敌的时阵，愿你我中间的誓约永远徛在。如果你废约，上帝要来处罚你。伫迄个时阵，约拿单嘛爱大卫来誓约吼。那照圣经的记载，咱有看见大卫伫有机会杀害色勒王的时阵，伊嘛安尼真正来接受伊甲约拿单彼此中间的约定。上帝赏赐予咱的权柄，毋是要来互咱作乱，毋是要来互人得到损害，是要爱互咱来成做别人的祝福。但是不离可惜的，就是讲，这人得到权柄了后，却是变了。路加福音第4章31到37节的经文记载，咱看见耶稣基督伫传福音的拄停的中间，一再的展现出安尼的教导。要怎将上帝所赏赐的权柄做帮助咱的开力，正做基督的道的这个咱，实在是应该安尼来努力。咱来看见今仔日的经文，路加福音第4章31节到37节的安尼看见，伫遐上帝赏赐予耶稣基督，伊有这个权柄，要来督灭这的邪灵。耶稣就甲讲，点去赶紧对迄个人伸掌出来。这个邪神伊就赶紧伫正人面头前出来。所有的人就讲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这人竟然有权柄甲能力来指挥邪神，互邪神出来。这是基督徒的你我应该爱学习基督的权势。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6月26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撒母耳记上卷20章27到42节，路加福音第4章31到37节。今天的主题是权柄。历历代代许多的人都在追求权柄，甚至到现在这个追求权柄的情况，是非常奇怪的，甚至我们会说，换了位置就换了个脑袋，那这个的意思是说，人呢追求到一个权柄之后呢，他的到了这个位置，他的思想、他的价值观，甚至他的作为都变了，变得不像原来那个人一样。其实就民主体制的角度来看，权柄我们或是说的公权力这个目的是成为什么公仆。
那就基督徒的角度、信仰角度来看，权柄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让人有权来指使人、控制人，使人得到伤害，或是要服务人的功能呢？耶稣基督的教导则是要基督徒用来服侍人、洗脚的。耶稣基督这样教导我们：凡是自高的，必降为卑；自卑的，必升为高。耶稣基督在洗脚的教导里面也这样提到：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，就穿上衣服，又坐下，对他们说：我向你们所做的，你们明白吗？你们称呼我父子，称呼我主，你们说的不错，我本来就是，我是你们的主，你们的父子，尚且为你们洗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，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。你们自然知道这件事情，若是去行，就是有福了。扫罗王得到王的权柄之后，他并没有多思考上帝给他的呼召是什么，他也没有去执行上帝给他的呼召。其实他不但逾越了上帝给他的界限，我们说献祭，他更滥权的去追杀上帝的仆人大卫。这其实是许多人都会犯的错误，基督徒也极容易这样子做。在服事上有许多不同的职务、权柄，基督徒需要小心的是，我们是否逾越了上帝给我们的权柄？我们是否扩权了？更糟糕的是，我们是否是滥权或违抗了上帝的旨意？我们时常听到有人因为有特别的属灵恩赐啊，常常开口闭口就讲圣灵的感动啊，怎样啊，好像他可以得到圣灵的感动、启示来为人祷告，传递上帝的旨意，但是却以这样子的一个能力、权柄，成为赚取金钱的工具。这是上帝赐给我们权柄的目的吗？当然不是。上帝设立了伊甸园，又将亚当放在这个园中，赐给亚当某个程度的权柄。上帝跟他讲说，这园中一切的你都可以吃，但是上帝仍然有所限制，告诉他说，那一颗分别善恶的果实，你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啊！这是上帝给他的限制。我们看到大卫王在扫罗在要杀他的计谋当中，透过了约拿单的帮助，他逃脱了。我们也看到扫罗王因此就大发雷霆，对他自己的儿子来骂他说，你是畜生。可见我们知道扫罗王为了自己的目的，他滥用上帝赐给他的权柄。那这个大卫呢，在逃脱之后，得到帮助之后他跟约拿单彼此的约定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，撒母耳记上20章第42节，约拿单对大卫说，平安的去吧，上主一定使你我和我的后代永远信守我们之间的誓约。于是大卫离开了，约拿单也回城去了。这个约定其实是在昨天的经文里面13节到16节，约拿单这样说，愿上主与你同在，像他从前与我父亲同在一样。要是我还活着，你一定要忠诚待我；我若死了，你要始终以同样的忠诚待我的家人。
当上主彻底消灭你的仇敌以后，愿你我之间的誓约仍然坚立。如果你的誓约，如果你毁约，上主要惩罚你。约拿单也要大卫在当时候起的誓约。后来我们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大卫其实真的执守了这个誓约，而且不但如此，大卫在有机会杀死扫罗王的时候，也紧紧的遵守他们彼此之间的约定。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，不是要我们作乱，不是要我们损害别人，而是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。但是可惜的是，很多人得到的某个程度的权柄之后，也都变了。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4章第31到37节的记载，看看耶稣他所做的事情。耶稣到了迦百农去的时候，在那边教导人，就看到一个犯了污鬼的、有附身的，他那个污鬼就大声喊：“拿撒勒人耶稣啊，你为什么干扰我们，来除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”然后耶稣就指着这个污鬼：“住口，快从这个人身上出来！”污鬼就在所有的人面前摔倒，并且出来了，一点都没有伤害这个人。大家都很惊讶，所以他们这么说：“这是什么道理呀？这个人居然有权柄和能力指挥污鬼，污鬼竟出来了。”耶稣就声名大噪。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旅程当中，他一再的展现出有这样的权柄跟教导。上帝如何将这个权柄来赐给他，作为帮助人的能力。所以成为基督徒的你我们应该努力成为这样的人，学习基督一样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